呢條片係想記錄下我由 Android 轉 iPhone 一個月後嘅用後感啦。係啊，我係由 Samsung S20 FE 轉去呢個 iPhone 17嘅。咁就講下我用咗一個月，跟住遇到嘅一啲好同埋唔好嘅感覺啦。頭一個我覺得好好嘅感覺就係、第一個咧，就係有個 iCloud 家庭 plan 咧，係即係一個幾好嘅，因為我有一個我女朋友啦嚇，佢可能有呢個儲存空間嘅問題咁樣樣啦。咁佢個家庭 plan 其實就可以直接我哋一齊共用同一個 iCloud 嘅儲存，即係儲存空間咁樣樣。咁佢又唔使買到好貴咁樣，跟住我又可以即係可以一齊去管理好呢個儲存空間咁樣。咁所以 iCloud 家庭 plan 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幾特別嘅功能啦。咁附帶另一個好，即係喺 iCloud 家庭 plan 底下附帶咗另一個功能就係叫共享圖庫啊。咁就係我哋兩個嘅相咧，唔需要擺喺各自嘅圖庫入邊，可以共享喺同一個叫共享圖庫嘅嘢啦。跟住所以咧，又可以將呢個儲存空間壓縮啊。即係簡單講就係我哋兩個同一齊嘅影一張相，跟住就可以擺同一個圖庫入邊咁樣樣。一方面就可以減散呢個儲存空間，另一方面仲可以即係唔使再喺度 AirDrop 嚟 AirDrop 去咁樣樣。係啊，咁變咗就其實係好好用咯，即係我用起嚟係好舒服咯，跟住佢亦都唔需要好多手動嘅操作，咁啊直接佢自己後台搞掂晒，省佢晒嗰啲即係用啲傳嚟傳去嘅煩惱。不過呢個主要係喺家庭上啦，就睇你有冇呢個咁嘅需要咯。我自己用起嚟，如果我同女朋友用，我就覺得好舒服。係啊，第三樣嘢就係安全感啊，係啊，佢 iOS 係真係俾到一個好好嘅安全感用戶啊！即係佢乜都問一餐，好似阿媽咁喺問，即係通知單個新 app 啊，通知開唔開啊？位置開唔開啊？相俾佢睇啊？通訊錄開唔開啊？咁問，即係一方面佢好囉嗦，但另一方面就係即係你感覺就係嗰種權限喺自己手上面。雖然即係 Android 可能都會問，但係我硬係覺得有啲唔同，即係佢即係可能舉個例子係相片，佢會細分到可能每一張相你俾個 app 睇咁樣，但係 Android 可能就係開一開就開晒所有嘅相片權限咁樣樣，同埋佢冇感覺係可能都係有問得好細緻嘅，但係可能各方面嘅綜合睇嚟嘅時候，你就會覺得iOS 喺權限在我手嘅感覺上係做得好啲，所以變咗咧去到後面你就會肯即係開下一啲我以前用 Android 係唔會用呢個佢嘅錢包功能，即係雖然可能佢安全嘅等級可能同 iOS 差唔多，但係俾人嘅感受唔同之後，我覺得成部 iPhone 就好似真係會夠膽俾佢可以作為支付工具啊，擺信用卡入去，擺八達通入去咁樣樣，係啦。我覺得第四點就係呢個成個界面好暢順，好快樂。可能因為我 iPhone 17所以120 FPS，所以好用起嚟好舒服啊，係咪逐好順暢咁樣咯？佢嗰個成個界面嘅設計係稍為會好過 Android 嘅嗰種設計咯，即係可能桌面咁樣樣，佢嗰個桌布可能又會有一個系統去整理好你所有嘅桌布啊，但係 Android 我又唔係好覺有呢個功能，或者我當時冇處理呢啲嘢咯。跟住同埋係咯，成個碌起嚟，跟住有啲人都會話佢出字嘅時候好暢順，咁感覺就係好有藝術感覺，即係成個感覺好暢順。喺 Android 係硬係有少少卡下咁，我好同意呢一點咁樣，係啊，即係你真係將兩部嘢擺埋一齊又唔會覺得好特別，但係實際上你用起嚟感覺就係有呢種感覺，就係好暢順。第四跟住最後一個啦嚇，講第五點就係我最後一點就係。個廣東話語音識別係真係好屈機啊！我用 Android 嘅時候，我唔知係因為冇 down 啲咩特別嘅，即係外置插件定啲咩。總之，反正內置個鍵盤嗰個語音功能係一定會識別到你講緊啲咩嘅。即係講啊，就算我依家講嘅，我諗佢10句裏邊都唔知識唔識別到一句。但係 iPhone 嗰個內置嘅嗰個識別功能係真係勁屈機，即係唔單止係廣東話係。去識別到，可能佢因為佢會攞你啲即係叫咩通訊錄權限，所以你講名佢都有時候會識別到咁樣。但係
佢最緊要係你講英文，佢又會識別到呢一下你係啲中英夾雜嘅英文，佢又唔會將佢攞嚟咩可能number 咁樣，佢唔會話淋巴咁樣咯，係嘛？所以佢真係會 number 咁啊，可能會啩 number 可能難啲，但係 anyway 啦，反正佢可以識別到英文同廣東話之間嘅一個轉換。總之成個用嘅過程係非常之流暢，佢個廣東話語音識別係真係勁屈機，係可能 Android 都有一個插件，但係反正佢要加插件我就唔中意，即係我最中意就係佢唔使我煩，但係有好一定有壞啦嚇，咁我覺得壞嗰邊都一定有嘅，係啊，用咗1個月已經好感受到好多壞嘅地方。我諗第一個最簡單嘅就係佢我唔知點解佢。有時候佢喺一啲即係我有一次去長洲搭船咁樣，咁佢 GPS 可能比較差啲，咁每一次搭完船，可能喺 GPS 自己係咁喺度接收 GPS 定唔知衛星信號定唔知咩嘢嘅情況之下咧，部機會發熱啦。跟住我通常都要重新開機先可以，即係喺搭完嗰個船之後再重新開機，佢先至可能會冇咁熱啦。係啊，佢有時候可能太努力啦。太努力去揾佢嘅位置定係佢信號定點樣，所以佢會發熱咁樣。我本身都好驚，即係我好維護電池啲問題，咁驚佢發熱就會電池出問題咁。所以有呢啲咁嘅小創傷。呢個第一個就係部機喺某啲特定情況之下會發熱啦。打機還好，因為 Android 都會發熱，但係呢個咯 GPS 呢個可能係我覺得比較我會發熱嘅呢啲位咁樣。跟住第二個就係喺用相片嘅時候啊，佢有一個功能，即係我 Android 都有嘅，即係可以識別你個人像，跟住就會俾你睇去標記個人物㗎嘛。跟住佢係只可以等佢系統識別到你呢個人係嗰個人頭，跟住問你呢個人頭係邊個嚟㗎咁樣，佢先至可以俾你加嗰個人物。假設你想有啲可能，例如話佢背面嘅咁嘅樣，跟住你根本睇唔到個人樣，跟住佢就會即係。佢就唔俾你手動加咯，你唔可以手動自己跨一個人樣出嚟，你只可以等佢識別到，你先可以加人物。上網有揾過下啲解決方式嘅，佢話即係啲人就話係用 MacBook 就 OK 嘅，但係我冇 MacBook，我為咗呢個加唔買 MacBook 咩咁就所以係有啲困擾嘅，係有啲相即係背面啊，或者佢唔知點解傻傻地 hang 咗機，識別唔到個擺明喺度嘅人樣咁樣，咁佢就會你冇辦法手動加，去等佢咯，或者即係唔加咯。咁當然，我覺得佢可能即係想所有嘢都背景啲，仲唔需要你即係無啦啦即係呢個人手去加咁樣，咁麻煩啊嘛，一張張加咁，所以其實佢冇做過呢個功能啦。咁但係我自己用起嚟就係覺得硬係有種不流暢嘅感覺啊。跟住第三樣嘢就係佢鍵盤咧，個內置鍵盤係真係麻麻地好用，可能因為用慣 Android 咁擺位少少唔同。即係撳下，肯定係撳錯嘅，永遠都係撳錯咁啊！但係咁講呢個問題咧，就俾佢語音識別完全解決。我而家根本上都唔打字嘅，即係唔知可能過咗10年之後唔識打字嘅。但係佢係用語音識別咪搞掂咯，就係咁。第四個咧就係佢內置個電話 app 咧係冇得剷除嘅，但係咧又會有 bug 嘅。咁佢當然咧，其實冇人想剷除個電話 app 嘅，但係佢好搞笑，佢電話 app 係可以撳通訊錄，跟住咧，如果你喺佢後嚟新增咗啲桌面，即係聯絡人嘅桌布。咁當你去喺電話 app 開完之後，開佢個通訊錄，就去修改佢嗰個聯絡人嘅桌布嘅話咧，佢會將啲資料儲存喺個電話 app 入邊。即係簡單講就係你個電話 app 會因為你修改通訊錄裏邊嘅。透過電話 app 去開通訊錄，去修改通訊錄裏邊啲人嘅桌布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將啲資料儲存喺個電話 app 入邊。跟住個電話 app 咧會因為你可能修改咗可能20次、30次嘅通訊人嘅桌布，跟住佢就會膨脹到1.5 G 咁樣，即係 GB 咁樣。咁佢係勁大嗰個 app 咯，就會變咗將電話 app。我而家手機嘅電話 app 係1.5 G 咯，即係正常嚟講係冇，幾乎係冇大細嘅喎。而家係1.5 G，但係又冇得剷除喎。冇得剷除之後，佢就砸爆你個位置咯。我唔知佢之後 iOS 更新會唔會變翻好啦。即係上網啲人就話係啊，等更新啊 whatever，或者重置部機咁樣。但係我唔想重置啊嘛。咁
佢就會膨脹咗個 app 咯。希望我下次 iOS 更新佢可以嗰個電話 app 可以變翻做一個正常嘅電話 app，唔好係1.5G嘅電話 app 咯。係啦，然後最後一個咧，我遇過個問題咧係一開始嘅，就係呢個 WhatsApp 由 Android 轉 iOS 咧係地獄嚟嘅，係冇辦法搞嘅，幾乎佢只有一個方法，就係喺你 set 你嘅 iPhone 之前咧，用轉移 iOS 呢個 app 咧，將 WhatsApp 啲資料傳過去 iPhone。如果你喺即係 set up 咗個 iPhone 之後咧，係完全冇任何辦法可以將 Android 嘅 WhatsApp 資料傳去 iPhone。所以我依家咧，因為我啱啱 setting 嘅時候就已經冇搞 WhatsApp 呢樣嘢，諗住話OK 啦，我呢啲即係唔係電腦白痴，但係應該都即我唔係電腦白痴，我自認咁樣，咁跟住就可以解決到呢個轉移嘅問題，但係唔係咯，你係電腦白痴咯，係搞唔掂啊，係啊，跟住就反正我以前嘅 Android 上面嘅 WhatsApp 資料就全部都留翻晒喺嗰邊啦，我有備份嘅，但係只可以留翻喺嗰邊咯。但係就係咁，所以就冇晒，揀嗰陣冇晒以前 WhatsApp 資料咁樣，咁就係咁咯。咁所以咧，我有解決過個問題嘅，就係將我開咗個 WhatsApp Business，跟住咧就喺用另一張電話卡咁樣去，即係傳去 WhatsApp 傳去嗰個 business 嘅 WhatsApp，然後再將我舊嗰個 WhatsApp 轉咗 iOS 之後咧，就將喺 WhatsApp Business 嗰度傳翻啲資料俾。去翻個 iPhone 度咯，咁就可以稍為記錄翻到一啲真係特別重要嘅資料咁樣。我嘅解決辦法係咁啦，咁但係就係一個故事嚟。嗰陣時係真係搞幾日都就得搞唔到啊，有啲沮喪咁係啦。咁所以我嘅用後感大概係咁咯，就係呢啲就好處壞處咁樣係啊。咁我覺得總結就係 Android 其實好有自主性嘅，跟住 iOS 就乜都後台幫你處理晒。睇你中唔中意咯。我自己個人覺得手機係一個工具，佢唔應該佔用你太多嘅時間去處理各種嘅問題。咁當 iOS 可以幫你即係解決晒一啲日常上一啲小處理，即係可能傳相跟住整理相 whatever 乜都好啦。佢幫你省卻咗啲功夫嘅時候，我真係中意用 iOS 多好多咯。即係我自己個人感受係咁。呢個就係我嘅用後感咯。所以我係幾中意我換咗呢個 iPhone 17嘅。係啦，即使佢有我上述嘅講嘅一啲壞處咁樣，瑕不掩瑜啦嚇，係啊，咁當然每一樣嘢都好與壞咁樣，係啦，咁就係咁啦，有啲長唔講啦，係咁多，再見。